香港金像獎同埋新浪潮給分定，同埋上半年就得2套港產片開拍。咁近年呢啲消息都意味住香港電影將會由寒冬期變到就嚟光榮結義嘅文化遺產。但其實同時間國際影圈都悄悄保育呢啲僅有，例如喺世界3大影展在內。咁其中一個都市傳說《風林火山》就宣布今年將會上映。咁同時又為咗康城影展嘅午夜放映單元成為全球嘅首映。咁大多香港市民關心嘅不外乎都係首輪嘅評分，同埋外國觀眾睇完首映嘅觀感。同時有關心影展嘅影迷亦都對香港電影再次能夠登上3大世界影展之一嘅舞台感到驕傲嘅。但其實前年用眼神說話嘅梁朝偉亦都喺威尼斯影展獲得咗終身成就獎。所以香港電影同埋電影人喺國際影展發光其實就唔係曇花一現。咁翻到影展本身可能大多人只係覺得只係一個未來1年嘅電影頒獎禮嘅預計賽果。但其實個個影展都會有唔同嘅單元同埋機制去競賽，唔係個個有條片就有機會。咁今次就同大家簡單介紹下世界3大影展同埋康城影展嘅各個單元。咁如果你係一般觀眾除咗見到 trailer 嗰啲精彩嘅電影場面之外可能留意到第一個畫面會寫榮獲影展嘅提名或者入圍單元。咁即使影展本身嘅知名度係點，作為發行商都希望呢啲好似七仔草印花嘅希望越多越好。同時間影展都係佢哋發行商了解新出爐嘅電影，仲進行卡片交換嘅商業活動。發行公司亦會藉交換卡片同世界各地啲買家傾發行嘅細節。例如獲得咗康城最高榮耀金棕櫚獎嘅 Sentimental Value 由 MUBI 成為發行商。MUBI 亦都係近嚟由電影串流平台成為發行商，仲開始以獨家上線放映形式買咗大量討論高嘅藝術片，例如 Luca Guadagnino 嘅《以你的酷愛垮掉我》同埋 Bano Nine 嘅《美聲歌后瑪利亞》等等。咁究竟世界3大影展係啲咩呢？問 ChatGPT 啦，今時今日。咁分別係德國嘅柏林國際影展，即係有個紅人嗰個啦；意大利嘅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電影藝術展，即係有對翼金絲嗰個；同埋法國嘅康城影展，即係頭先講棕櫚葉嗰個。咁而每年3大影展都會有自己嘅最佳電影獎項，正如各大音樂頒獎典禮一樣啦。佢啲認受性就唔係個個都信服嘅。咁以前啲片亦都講過，咁大家可以重溫下。咁所以點解康城係一個可以媲美世界盃咁令世人期待嘅最佳電影嘅賽果？咁其實康城影展每年世界各地都會有2000幾套電影同埋短片參賽，咁主辦方就會邀請8位嚟自唔同國家嘅電影人做評審。咁當然亦有詬病好多年嘅邀請名單嘅演員同埋導演嘅比例唔平均同埋年輕化，咁公平性就成疑嘅。但係撇除評審名單所有入選嘅電影都會分競賽同埋非競賽類。咁前者嘅電影係不分片種咁樣揀出最佳電影同埋最佳演員等嘅獎項。咁後者即係部分評審認為係 honorable mention 嘅電影，仲分為多個單元去做介紹。咁分別係午夜放映，咁主要係富有神秘感、懸疑難以歸類嘅片種，仲有一種注目。咁即係值得關注嘅題材同埋具有潛力嘅電影，同埋全球首映同埋特別放映嘅。咁香港電影亦都曾經多次提名以上嘅單元。咁上年九龍城寨亦都係入圍今年同一個午夜單元。而九龍城寨隨後亦都喺日本等地掀起咗熱潮。咁除咗歸功電影嘅成功之外可以喺影展嗰度得到提名亦其實具有代表性嘅。咁杜琪峰導演亦都係一個好嘅例子。佢分別以大事件、復仇同埋盲探3度入圍競賽同埋非競賽嘅類別。國際市場亦都好認同杜 Sir 嘅作品。咁除咗早前紐約有佢嘅 Chaos and Order 嘅作品回顧展之外咁多個國際電影公司亦都有佢嘅專訪同埋 4K 修復佢啲電影。咁雖然台灣嘅修復技術開始成熟，觀眾亦都對戲院充斥住修復版嘅舊片感到倦怠，但對於香港電影被修復平台 Criterion Channel 重新以英文版上架其實絕對係一種肯定嚟嘅。所以結論係，無論電影嘅風格同埋調度係咪啱影評人同埋普羅大眾嘅口味，但係能夠喺世界影展大舞台給予肯定其實都係一種注目嚟嘅。所以希望香港觀眾可以更加珍惜香港電影，唔好等到佢好似光榮結業先嚟全院滿座。咁多謝大家。
咁歡迎翻大家俾 like 啦、comment 同 share 啦、follow 翻我哋 channel 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下面 follow 翻 IG 同埋 Fat 啦，可以入嚟傾下偈。好，下次再見。